歡迎收聽轉念之間，我係阿賢。你有冇試過有一排忽然之間覺得身邊所有嘢都唔對路啊？舊嘅朋友好似傾唔埋，份工明明安穩，但係好想走，甚至夜晚瞓唔着，好似有啲嘢就快發生咁。唔使驚，呢啲唔係抑鬱，而係你嘅靈魂準備好跨越靈魂嘅蛻變，同身體成長一樣會有陣痛。今日同你分享5個覺醒信號，當你認出呢啲信號，你就會明白，你唔係倒退緊，而係準備緊迎接一個全新版本嘅自己。第一個信號，舊有模式不斷重複，但唔再奏效。你有冇發現以前用開嗰套，例如死忍，例如討好，例如用強勢掩飾脆弱，同樣嘅衝突重複出現，同樣嘅挫折不斷輪迴。佛法話呢個叫業力現前，未還嘅債，未學識嘅功課會一直敲你嘅門。當靈魂準備好跨越，宇宙會將你生命中最深層嘅模式挖出嚟，赤裸裸咁擺喺你面前，唔係要懲罰你，而係話俾你知，喂，呢關你未過㗎，今次唔可以再避啦。呢個時候你要做嘅唔係繼續用舊方法，而係停一停，問自己呢件事想教我啲乜？第二個信號，人際關係出現大清洗。你可能會忽然同某啲朋友疏遠，或者同屋企人嘅摩擦加劇，甚至伴侶之間嘅矛盾浮上水面。你會覺得孤獨，覺得冇人明白你。但係真相係，靈魂要跨越嘅時候，頻率會改變。頻率一轉，同你唔再同頻嘅人就會自然咁離開你嘅生命。呢個清洗係痛苦嘅，但係佛法話俾我哋知，諸行無常，人來人走都係因緣。佢哋嘅離開唔係你唔好，而係佢哋陪你行嘅呢段路已經到咗終點，騰出空間先可以迎接真正同頻共振嘅靈魂。第三個信號，身體出現不明原因嘅變化，準備跨越嗰陣，身體會俾出信號。你可能會無端端好濁，就算瞓咗10個鐘都係濁。你可能會頭痛、肩頸繃緊，但係醫生又揾唔到原因。你可能會胃口改變、夢多咗，甚至夢見一啲好奇怪嘅嘢。呢啲係因為靈魂嘅能量喺度重整你嘅身體，舊嘅情緒、舊嘅創傷，全部都儲存喺身體細胞入邊。當靈魂要跨越，呢啲積壓咗嘅能量會被攪動，身體就會有反應。唔使驚，呢個係好嘅轉變。多啲飲水，多啲休息，多啲同大自然接觸，俾身體慢慢適應新嘅頻率。第四個信號，開始問一啲好深嘅問題。你可能會忽然之間諗：我究竟係邊個？我喺呢個世界為咗咩？乜嘢先係真正嘅快樂？你開始對以前好沉迷嘅嘢失去興趣，可能係購物，可能係追劇，可能係社交媒體。你開始覺得呢啲嘢好空虛，滿足唔到你內心深處嘅渴望。你渴望一啲更真實、更有深度嘅嘢。佛法叫呢個做出離心，唔係厭世，而係開始睇穿虛幻，開始追求真理。呢個係靈魂覺醒最重要嘅一步。佛陀自己都係因為見到生老病死，開始問點樣先可以真正離苦得樂，最後先至證悟成佛。第5個信號，你開始信任生命嘅流動。呢個係最微妙，亦係最深刻嘅信號。以前你乜都要控制晒，計劃、時間表、結果，但係而家你開始識得放手，你開始感覺到有啲嘢係超出你嘅頭腦理解嘅。你開始相信宇宙有佢嘅安排，而你係被照顧緊嘅。以前遇到未知，你會驚會焦慮，而家遇到未知呢，你會好奇，會期待，想知道宇宙今次會送咩禮物俾你。呢個就係佛法講嘅隨順因緣，唔係消極，而係一種好深嘅信任。你知道生命嘅河流會帶你去啱嘅地方，你只需要放鬆，順住水流。重溫一次呢5個信號，舊模式唔再奏效，人際關係大清洗，身體不明原因變化，開始問深層問題，信任生命嘅流動。如果你發現自己有幾個甚至全部嘅信號，恭喜你，
你嘅靈魂準備好跨越，你正在經歷一場美麗嘅蛻變，過程係會痛，係會亂，係會孤獨，但就好似蝴蝶破繭而出之前，都要經歷一段黑暗同掙扎。記住，你唔係一個人，你嘅靈魂知道佢喺度做緊乜，佢帶住你一步一步向住光嗰度去。願你喺蛻變之中保持勇氣同溫柔。新嘅你正在醞釀。我係阿賢，多謝收聽轉念之間，我哋下集再見。